現今嘅世界係一個全球化嘅環境，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城市，我哋每日都需要與唔同國籍、唔同族裔嘅人見面，喺工作崗位上合作，亦喺鄰里間相處。點樣同唔同文化背景嘅人有效溝通，係每個人必須擁有嘅能力。培養一種有效嘅跨文化溝通能力，應該喺幼兒階段開始，等小朋友擁有跨文化嘅知識同視野，可以幫助佢哋對世界同周圍嘅環境有更深嘅理解，更好咁同不同文化嘅人建立正面關係同同理心，係發展學業同事業嘅重要資源。小朋友亦都因為擁有更廣闊嘅文化知識同朋友圈，喺人生路上會有更多嘅選擇。研究發現，呢3種元素同快樂指數有正面嘅關係，亦即係話跨文化知識同朋友以及對生活有更好嘅掌控，會幫助我哋建立快樂嘅人生。呢3個元素最適宜從小建立，因此幼兒嘅跨文化教育相當重要。喺呢個過程裏面，家長擔當不可或缺嘅角色，小朋友嘅教育好需要佢哋嘅支持同帶領。家長自己亦可以不斷進步，學習跨文化知識，認識不同文化嘅朋友，提升個人同家庭嘅快樂指數。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多元文化行動計劃喺2024年暑假舉辦咗跨文化藝術系列2024夏日文化大尋寶，俾參加者體驗同實踐跨文化教育。我哋邀請嚟自香港多元文化社區嘅導師，同24個家庭嘅家長，同佢哋5至6歲嘅小朋友，通過4個工作坊，一齊了解尼泊爾、巴基斯坦、日本同哥倫比亞嘅藝術同運動文化。最特別嘅係，每場工作坊都係家長同小朋友一齊學習，並一齊探討比較呢啲文化同中國文化嘅異同。呢個唔一樣嘅暑期活動概念嚟自我哋出版嘅兒童繪本《多多和圓圓尋找最好的禮物》。多多和圓圓呢一本兒童繪本係講乜嘢嘅呢？乜嘢係跨文化教育呢？等多元文化行動計劃總監譚少薇教授介紹下。跨文化教育呢，我哋覺得係每一個人其實天生就會有嘅，只要你生活喺嗰個環境裏面，就會學識嗰個文化裏邊嘅一啲細節。譬如運動啊、畫畫啊、唱歌啊、跳舞啊、寫字，咁其實都係一啲文化嘅活動。咁喺跨文化嘅教育裏面呢，我哋特別推崇一樣嘢，就係大家既要體驗到嗰個唔同文化之間嗰個差異，亦都希望大家見得到唔同文化裏面嗰個共通點。咁我哋出咗一本書呢，就想推動幼稚園嘅小朋友由幼兒教育開始，去了解究竟唔同嘅文化，究竟佢哋嘅生活係點，佢嘅習俗有咩意思嘅咧？咁呢一本書咧就係我手上面呢本叫《多多和圓圓尋找最好的禮物》。咁喺呢個故事裏面咧，2個主角多多同埋圓圓咧，佢哋就去到喺香港4個唔同嘅族裔嘅社區裏邊，同小朋友一齊去慶祝佢哋嘅節日。咁通過呢啲嘅慶祝呢，佢哋有唔同嘅任務要做啦，然後慢慢去尋找一個寶藏出嚟。咁呢啲個過程裏面呢，其實小朋友會學識咗好幾樣好重要嘅嘢，唔同文化裏邊都會好重視嘅。一個就係合作啦、耐心啦，以至到互相幫助同埋勇於嘗試。咁呢幾種價值其實喺小朋友嘅一生裏邊將會咧係非常之有用嘅。咁我哋通過呢本書可以話到俾大家知，唔同文化裏邊其實都好推崇呢啲好正面嘅價值。跨文化藝術系列2024夏日文化大尋寶，每場工作坊有特定主題，圍繞主題介紹2個文化，並以一個融合活動鼓勵親子組合將本次嘅唔同文化結合起嚟。過程中，研究人員觀察並記錄活動情況，最後通過問卷收集參加者嘅意見。第一個工作坊主題係民間運動，多元文化行動計劃聯席總監鄧偉文博士介紹中國嘅民間運動踢毽。用簡單材料做成嘅羽毛毽子，2000多年嚟係小朋友同大人都喜愛嘅玩意。
跟住嚟自尼泊爾嘅 Rohit 教練先教我哋用尼泊爾話打招呼，並介紹尼泊爾特有嘅達卡帽子 Dakka Topi。然後分享佢細個嗰陣喺家鄉成日玩嘅遊戲卡巴迪 Kabaddi。呢個簡單又好刺激嘅遊戲有悠久嘅歷史，喺古印度文獻已經有記載，到今日喺整個南亞地區都好普及，仲成為咗亞運正式比賽項目。Rohit 教練話，卡巴迪喺泰米爾語中係手拉手嘅意思。因為遊戲進行嗰陣，隊友要手拉手互相合作，先至可以取得勝利。熱身之後，家長同小朋友都急不及待要一試身手。接過鍵子，首先學習用手將鍵子打出，掌握手感之後，大家進行一個親子小遊戲，將鍵子投入膠圈裏面。跟住就嘗試用腳將鍵子踢俾對方。小朋友好快就掌握咗基本技術，跟住就要將鍵子踢過教練所拉嘅繩，交俾對面嘅媽媽同爸爸啦。大家玩到不亦樂乎。體驗踢毽之後，大家就預備體驗卡巴迪。卡巴迪係一個觸碰式遊戲，為避免幼兒意外受傷，今日我哋採用帶式卡巴迪。熱身嗰陣，教練同大家玩下拉魔術貼帶嘅遊戲。然後教練示範卡巴迪嘅正式玩法。負責進攻嘅隊員喺裏面要不停講住卡巴迪卡巴迪，喺30秒時間內跑到對方場上，觸碰對手，翻到中線，一氣呵成。至於防守一方喺進攻手進入自己場地嘅時候，要嘗試捉佢，阻止佢翻到中線。今日我哋以拉到進攻手嘅魔術貼帶為勝。因為卡巴迪運動需要進攻同防守，教練先帶領家長同小朋友練習防守技巧，橫步走，然後練習進攻技巧，伸手。練習過後，大家可以體驗卡巴迪遊戲啦。學過2種唔同文化嘅民間遊戲，教練別出心裁，設計一個嶄新嘅融合遊戲。玩法係進攻手將鍵子擲向防守一方，如果防守者未能夠捉緊，鍵子落地，進攻方可以得1分。呢個遊戲既用到手掌鍵嘅投擲技巧，亦都用到卡巴迪嘅防守合作。踢毽同卡巴迪2種運動都係規則相對簡單，亦唔需要複雜器材嘅團體性活動，過程刺激有趣，可以話係大眾遊戲。呢類遊戲喺好多文化裏面都能夠揾到，反映唔同文化對於團體合作、肢體活動、情感釋放以及創意發揮都有所追求。大家都可以喺你哋嘅生活環境中嘗試融合唔同遊戲，增加生活樂趣。除咗動態活動可以融合之外，靜態活動都可以㗎。嚟到第2個工作坊，主題係書法，我哋學習篆書同烏刀文。好啦，今日我哋講中國書法。首先，導師象小姐指出，欣賞中文書法唔止睇字寫得靚唔靚、整唔整齊，而係作品中有冇感情，可唔可以感染到讀者。支筆4隻手指。相信好多人都喺學校接觸過中文書法，不過好少用嚟抒發感情或者創作自己嘅作品。如果得3點咧，就係大小嘅小；4點咧，就係多少。今次大家一齊學篆書，唔單止可以了解到中文字嘅轉變，喺知識層面增進我哋對書法嘅理解，仲學到用書法創作，原來係好開心嘅活動。佢哋覺得咧，原本嗰個美麗個麗字咧，嗰啲鹿角唔夠靚，所以咧就成咗好多好靚嘅鹿角。唔單止小朋友樂於拎起毛筆寫字，家長亦都非常投入一齊寫，重新發現書法嘅樂趣。唔單止華裔參加者投入，非華裔參加者亦都一樣非常享受用毛筆寫書法。
有冇諗過寫字唔單止由左至右，亦可以由右至左寫？喺巴基斯坦同印度北方一帶用嘅烏都文，就係其中一種由右至左橫寫嘅文字。第二位導師係巴基斯坦裔嘅李鳳瓊 Selina。So here is some Urdu calligraphy. It's the words, very easy and very simple. From right to left, okay? You can find the word. Okay, this one is your name, and then this one, and then this one. Okay? 佢教大家用烏都文創作勵志書籤，等我哋通過書法發掘自己嘅價值。一張張帶有正面信息嘅書籤，你是美麗的，你做得到，令大家感受到書法唔單止係寫字功課，亦都可以係心靈雞湯。Okay, everyone is so good. 不同文化嘅文字的確可以好唔同，但係不同文化之間又有好多共通之處。例如通過文字可以互相溝通，表達感情，亦可以用文字相互鼓勵，亦係藝術創作。兩位導師引領參加者將中文同烏都文進行融合創作，寫出美同麗兩個字。好快已經咧美字都寫幾個，我哋又再挑戰咧高難度啦，係個麗字啦，美麗個麗啦。美麗唔單止係外表，亦係人嘅內涵同精神上嘅正面價值，不同文化都能夠明白同認同。夏日文化大尋寶第3個工作坊嘅主題係舞蹈。家長同小朋友一齊通過學習舞蹈嚟欣賞唔同文化嘅差異，同理解佢哋之間嘅相同之處。日本嘅盤俑同委內瑞拉嘅霍羅波舞 Joropo 都係當地嘅民間舞蹈。大家好，我是山島千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对，我来自日本，那么呢，今天呢，我会教给大家来自日本节日里的传统舞蹈，请大家多多关照，谢謝。今日嚟自日本嘅資深舞蹈老師山岡千英為大家介紹盤俑嘅傳統。盤俑係御盤舞 Obon Odori 嘅簡稱，原本係盂蘭盆節祭祀嘅一部分。為迎接祖先返屋企，並向佢哋表達感謝同祈福，有住親人重聚嘅意義。每年夏天，全國各地都舉行呢一個盛會，並發展出唔同嘅地區特色。專注於手部的動作多一些。喺千英老師嘅指導下，小朋友同家長換上五彩繽紛嘅浴衣，學習盤俑。手仔，我哋係啦，手指要拍埋喎。佢哋跟住傳統旋律節拍，興奮咁舞動。我們環繞房間一圈來跳，動作是跟剛才一樣的。又按習俗圍成一個大圈互動，享受難得嘅親子舞蹈時刻。跟住嚟自哥倫比亞嘅 Sandra Correa 老師介紹委內瑞拉嘅霍羅波舞。佢帶我哋從香港中文大學去到洛斯亞諾斯，即係哥倫比亞同委內瑞拉境內嘅熱帶大草原，因為傳統嘅霍羅波舞就係喺呢度誕生。小朋友同家長換上霍羅波舞嘅傳統服飾，女性着上色彩繽紛嘅裙同頭飾，而男性就着披風同大闊邊帽。Sandra 老師先教大家用雙手攞住繩，模擬同拍檔手牽手練習腳步動作，然
然後親子兩人一組，一個企喺中間攞住繩擔當帶領者，另一個攞住繩嘅另一邊圍住帶領者嚟轉。最後大家放低繩，真正體驗霍羅波舞。呢種舞蹈嘅節奏快速，強調展現出活力同力量。參加者形容呢一種舞步就好似馬匹喺草原上奔跑。之後係大家十分期待嘅表演環節，千英老師同 Sandra 老師各自表演咗盤絨同霍羅波舞。小朋友同家長對老師精彩嘅表演都驚嘆不已，全場都俾熱烈嘅掌聲。呢兩種民間舞蹈有住一個共通點，就係社區一齊慶祝嘅含義。因此活動嘅尾聲，大家結合咗呢兩種舞蹈嘅特色，圍成一個大圈，跟住音樂一齊跳集體舞。原來嚟自唔同地方嘅舞蹈都能夠結合埋一齊，令唔同文化背景嘅人一齊分享跳舞嘅喜悅。嚟到工作坊嘅尾聲，小朋友同家長分成兩組。大姐姐為小朋友講多多和圓圓尋找最好的禮物嘅故事。故事嘅主角多多同圓圓參加咗4個文化嘅節慶，從中思考咗文化嘅差異同相似之處。就好似尼泊爾嘅長輩會喺節慶嗰陣喺後背嘅額頭點上紅點，而紅點越大，代表祝福越大。你哋諗唔諗到香港有類似嘅活動啊？冇錯，喺農曆新年嗰陣，華人長輩通過比利時後輩嚟傳達祝福，有異曲同工之妙。喺小朋友聽故仔嗰陣，另一邊家長正喺度討論下個星期第4個工作坊嘅跨文化嘉年華嘅攤位安排。家長會運用過去3個工作坊裏面認識到嘅文化活動同意義，協助舉行攤位活動。嚟到呢度，經過3星期嘅跨文化教育體驗，不如聽下家長同導師對跨文化教育嘅睇法。其實聽嗰啲運動咧，真係未見過，即係踢毽就知啦。自己細個都有玩過啦，但係另外一個見都未見過，聽都未聽過，所以我自己本身都中意運動類嘅，係啊，所以我自己就有興趣啲，都想俾小朋友係咯參與下唔同嘅運動啊咁樣。好好玩啊！其實同埋認識多咗少少啊，特別係南亞運動嗰方面咯，因為之前真係冇咁嘅機會去接觸過。係啊，所以就直頭係唔係太了解咯。If you talk about like what which game do the parents and kids really like, I would say that the fusion combination of kabaddi and shuttlecock would be in the top priority for the kids because they really enjoy it. It's kind of fun to immerse both sports together on the kabaddi mat, which was a new element for the coaches also. 踢毽呢樣嘢咧係大家咧都會知道，大家都會好 common 知道已經係認識呢個運動㗎啦。咁所以咧有一樣熟悉嘅嘢咧，再加埋一樣佢哋可能第一次聽嘅嘢咧，其實呢個組合咧就係可以引發到佢哋嗰個興趣，去 enjoy 喺呢個活動入邊嘅。咁本身自己對中國書法就有了解嘅，但係對於其他國家嘅書法就了解唔太多。咁今日就學咗呢個咩書法啊？我哋烏冬係咪烏都係咪啊？烏都書法咁我覺得好特別，因為佢其實我哋對於其他文化咧就真係好少認識，亦都冇乜機會認識。咁我又好中意帶啲小朋友咧去唔同類型嘅活動咯，即係又係啲親子活動啦，好適合咧可以俾佢參加，咁所以咧就參加咗啦。佢都會好嘗試去玩啦，係啦，當玩啦。而家呢個階段係啦。咁佢都好 enjoy 嘅，同埋即係對於呢個象形文字咧，咁其實我覺得小朋友即係中文字對於小朋友嚟講係一個難度嚟嘅，係啦。咁頭先啱啱學咗啲象形文字喎，咁佢都知道原來文字係可以咁得意嘅，哦，原來條魚係可以咁樣樣嘅，係咪啊？係咪啊？可唔可以解釋下咩嚟㗎？羊。邊隻係羊啊？呢隻。哦，
哇，我多次喎，好靚啊，我覺得。It feels really good and proud that I am sharing my own culture to the local Chinese, and then in the same time I learning from their culture as well. So it's like two sides. I think with the calligraphy, I think this is the channel that I can integrate more with the local Chinese. Also the language, because I don't know how to speak Chinese very well, but in between the workshop, I mostly ask with them, oh, how to say this word in English and how to say this word in Chinese, so they can teach me, and they feel also very proud that they are teaching me something and I'm asking with them. Yeah, so it's like for me is very sharing and also some learning experience. I didn't write this one. This one is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teacher, and it's really good, right? It's very. I feel proud that I can teach very good things now. 呢個咧第一次合作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咧已經係好有啟發性嘅。咁其實咧我自己之前咧研究中國書法嘅時候咧，我有走去咧學阿拉伯書法嘅。咁我有上過阿拉伯 course， 咁但係我就冇學過烏都，咁所以咧我其實好 excited 咧可以即係有呢一個交流。咁頭先 Selina 喺度教嘅時候咧，我就即刻咧都預備咗嗰啲扁頭嗰啲筆咧，就自己跟住咧就喺度寫咁樣啦。咁亦都咧，之前我哋都喺度諗其實咧阿拉伯即係譬如佢嘅或者烏都佢哋嗰個書法或者係嗰啲字咧，咁同咧象形文字咧其實就唔同嘅，因為佢嗰啲係一啲 alphabet 係同啲聲音咧係聯繫噶嘛。咁所以咧我都喺度諗緊究竟我哋點樣可以 integrate 一齊咧，俾參加者咧可以有一個創作咧咁樣。咁所以我就喺度睇緊Selina 佢做嘅作品入邊咧，就發現佢有教人咧寫咧 beautiful life is beautiful。咁於是乎咧，我就亦都揀咗咧中文嘅美麗咧，咁就攞嚟咧同大家一齊咧去到創作。咁大家都寫一啲美麗嘅嘢咧，最後咧嗰個 theme 可以係一個共同嘅主題，然之後咧就可以用篆書、中國書法同埋烏都書法、烏都文咧，全部可以 fusion 埋一齊咁樣咯。咁結果咧，其實個效果咧係比我想象中咧係更加好嘅喎。我哋亦都有一個 whiteboard 啦，咁就將Selina 就寫咗烏都文啦，咁跟住咧我亦都咧寫咗個呢一個篆書嘅美麗出嚟啦，咁跟住咧就歡迎啲小朋友咧就嚟玩，咁跟住你會見到咧喺Selina 寫咗個烏都文下邊咧，啲小朋友就自己咧就加插好多咧中文嘅篆書落去喎，咁跟住咧亦都有啲係畫公仔，呢個其實咧佢都喺度寫個美麗個美字嘅。咁咧，我話俾佢聽美麗嘅美字，其實佢以前咧可能係有個人咧，佢係戴啲羽毛着到好靚，咁跟住咧啲人就畫佢出嚟就變咗個美字。咁呢個小朋友寫咗個美字之後咧，仲畫咗啲花喎，因為佢可能覺得咧加入啲花會好靚咁樣啦。咁就有唔同嘅文化活動啦，咁就都想小朋友接觸下唔同嘅文化，咁就擴闊佢嘅視野、國際視野咁樣啦。即係佢而家5、6歲呢啲時候，我覺得係求知欲最旺盛嘅時候咯。我覺得由呢個時候俾佢哋開始接觸，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切入點咯。我覺得我自己就比較少啲啦。咁其實接觸得最多就 OK 個外傭姐姐咯，好似即係菲律賓籍咁。咁我覺得即係香港係一個多民族社會，但係咪知每一個人都好容易去接觸到咧？咁我覺得係難嘅。即係因為始終尤其是我哋可能做緊嘢嗰啲，咁可能去翻工啊、放工翻屋企啊，咁其實即係唔多機會接觸咯。咁同埋我覺得即係點解都俾小朋友去接觸下呢樣多元文化咧？其實因為我覺得香港可能佢哋唔同文化都好啦，咁主要可能都用英文溝通嘅。咁我覺得變相佢哋亦都可以加強咗佢哋嘅英文能力，即係都學到同人溝通嘅方法，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一個得着咯，對於小朋友。
透過一啲嘅運動，知道尼泊爾人中意玩啲咩運動咁樣。咁烏多文好少，即係從來都冇接觸過。咁但係透過呢啲嘅書法藝術係啦，可以令到我哋有少少認識咁樣啦。咁所以就成個嘅節目都非常之豐富啦。咁同小朋友一齊參與呢個活動，亦都可以親近親子個關係咁樣，咁玩得好開心。上完3堂，我覺得就真係動靜皆宜咯。即係動嘅，即係我哋有啲運動即係卡巴迪踢毽咁即係靜嘅可能寫書法咁跟住今堂又舞蹈啦，即係好豐富，我覺得。同埋咧，每一堂嗰個規劃咧，其實係好好㗎，我覺得。即係佢每一堂佢可能講2個唔同嘅文化。咁佢會再細分，可能佢講下啲歷史即係一啲國家嘅資料咁跟住就有啲實際可以小朋友去體驗嘅地方，即係好豐富嘅。即係你要學一啲資訊咧，hard data 係有嘅，咁跟住同埋佢哋可以自己落手去體驗，係好豐富咯。我覺得係，即係同埋揀嗰個可能國家嗰啲特色其實即係好吸引嘅。即係對於小朋友，我覺得係，所以係非常豐富呢個課程，我覺得。其實香港係一個多元文化嘅社會啦，咁平時出街都有機會接觸到同種族嘅人啦，咁係啦，咁其實就多啲認識嘅話咧，咁就會減少一啲嘅誤會或者係係啦，可以令到社會更加融洽咁樣。係咯，因為香港係即係出名嘅國際大都會啦，咁即係你冠名得國際呢個，其實就係你係要接觸，你係包容到唔同國家嘅人。不同國家的舞蹈呢，異國風情的這個文化不同，所以呢，就是要感受，第一要跟他們講這個國家的大概的歷史，讓他了解之後，再教給大家同學們舞蹈。我覺得這個創意也是非常好的。因為是不同的國家，但是音樂無國籍，無國籍的，所以呢是可以融合到一起的。I like to show to the other people my kind of dance. Yeah, so it's amazing when I get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the other people how we are. Yes, about the culture, about the dance, because I think. You know the people when you can share about the culture, the traditions, everything. So it's amazing. I like it much. Not here. This is my first time with parents and child. Yes, I think it's amazing. I saw the people so interesting about the dance. So I enjoyed too much as well. So good because I can learn as well. Yes, and share with others different styles. So it's amazing. So because in every corner you can find different cultures. And when you go, for example, in the MTR or in different places, you can hear different language, Spanish, English, Cantonese, Korean. So it's amazing. It's like, what? All the time you are learning. So it's amazing. I like it. 我觉得应该是了解了他们以后，才能够更加的去尊重他们，去理解他们的一些文化习惯。那对于他来说的话，可以提升他的一些国际的视野，甚至说以后，他不管在面临工作呀、一些学习交流方面，才能够發自內心的去欣賞他們，去尊重他們，然後減少這個社會的一些不平等。同埋一啲嘅社區人士一齊合作，一齊咧去了解一啲社區嘅狀況，然後再諗一啲創新嘅方式去解決嗰啲嘅社會情況。咁透過呢個方式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學術嘅效果出咗嚟，就係可以將一啲嘅問題或者一啲解決方法變得更加豐富。過去可能唔係太過了解個社區，但係當一齊去了解嘅時候，就見到社區嗰個複雜性，然後就可以一齊諗點樣用一個嘅情景化嘅方式咁樣去解決嗰個嘅社會情況。其實可能我哋好多時就因為我哋嘅生活或者我哋工作，我哋都好 focus 自己嘅。
但係其實成個社會成個運行係需要唔同嘅人一齊，咁所以我用呢種咁嘅方式去做咧，即係 community 嘅方式去做咧，就係話我點樣去令到啲人明白到其實我除咗我自己嘅努力之外啦，咁原來只要夾雜咗其他人嘅話咧，個世界可以好精彩。頭先喺訪問度，家長都提到希望俾小朋友從小就接觸唔同文化，培養佢哋嘅國際視野，學識互相尊重。喺工作坊嘅問卷調查裏面，90%半嘅家長都認同跨文化教育相當重要，但係同時有80%嘅家長認為香港嘅跨文化教育只係一般或者不足，並認為學校嘅跨文化教育需要有所改善。正如藝術家太歲所講，嚟自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帶住唔同嘅意念同睇法，佢哋嘅協作令到世界變得更精彩。所以嚟到夏日文化大尋寶第4個，亦都係最後一個工作坊，我哋嘅主題都同協作有關，目的係通過協作活動，令參加者體會到文化係因為每個人嘅參與共同創造出嚟。多元文化就喺日常生活中，更重要嘅係喺跨文化教育過程中，了解到家長嘅角色至為關鍵。首先，帶小朋友一齊創作一幅以圓形為基礎嘅圖畫。今日咧主要咧係 circle painting。circle painting 咧即係畫圓圈啦。咁其實咧圓圈都可以咧有好多變化出嚟嘅喎。喺象小姐指導下，圓形嘅水杯、外賣碗、膠蓋等日常垃圾再生成為繪畫工具。小朋友畫出色彩斑斕嘅花朵、可愛嘅小熊，以至描繪出心目中嘅小社區。家長唔止陪伴同鼓勵，亦都落手落腳發揮個人創意。太歲老師將呢啲親子作品組合起嚟，創造咗一幅大型嘅拼貼畫。咁其實就係講緊話呢個社會咧，並唔只係單一嘅一個咧，共同一齊先至可以做到一樣嘢出嚟。眾多個人創作瞬間合成咗一幅有如煙花綻放嘅協作畫，就好似每個人嘅才華融合成多姿多彩嘅多元社會。緊接住，令人十分期待嘅跨文化攤位正式開始。融合書法攤位有中文同烏都文活動。篆書係中國嘅古老文字，認識篆書能夠增強我哋嘅觀察力同想像力。參加者需要猜出美麗二字嘅由來，你哋都估下美麗二字似乜嘢形態啊？烏都文字體優美，由導師 Selina 協助小朋友用烏都文寫出自己嘅名字，同創作獨特嘅勵志書籤。指甲花彩繪係好受歡迎嘅攤位，工作人員為參加者喺手上畫上彩繪，並介紹呢一項傳統民間藝術嘅由來。指甲花彩繪流行於南亞地區，當地人喺皮膚上畫上圖案，喺炎熱嘅日子有降低溫度嘅功效，而喺喜慶節日中又表達吉祥同祝福。飛行卡巴迪攤位結合咗中國踢毽同南亞地區嘅卡巴迪兩項民間運動，參加者需要口念卡巴迪，同時將毽子掟入呼啦圈。原來嚟自唔同文化嘅運動融合埋一齊，經過再創造，好玩度加倍。遊戲攤位為大家介紹盛行於南亞地區嘅卡龍棋，參加者需要喺1分鐘內將棋子用手指彈入去棋盤嘅龍門，玩法類似我哋熟悉嘅彈波子、桌球同康樂棋，都講究手眼協調。另一個遊戲係講飲講食，參加者需要喺1分鐘之內將各種食物嘅照片同文化配對，唔同文化都有自己嘅獨特飲食特色。你哋又知唔知米布丁係邊度嘅食品呢？民族文化扮靚靚攤位俾參加者試着唔同嘅文化服裝，並了解民族服裝從設計到選材同顏色都蘊含住文化象徵意義。喺照相館攤位，參加者隨機抽出一塊手牌，讀出內容同解釋當中嘅意思。手牌嘅內容鼓勵大家擁抱平等機會，一齊建立共融嘅社會。其中伙伴關係、相互充權、可持續性係多元文化行動計劃嘅核心理念。快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跨文化藝術系列2024夏日文化大尋寶亦都喺今日舉行咗畢業典禮。
證書上小朋友同家長嘅名一齊出現，見證咗家長喺小朋友嘅成長路上積極嘅參與同支持。喺我哋嘅問卷調查中，90%家長都表示獲得不同文化的知識係今次工作坊嘅重要得着。其次就係能與孩子共度愉快的時光，同珍惜與孩子一起學習的機會。睇嚟今次嘅暑期活動唔單止小朋友，家長都有所得着啊！我哋邀請咗香港教育大學嘅林浩昌教授分享多元文化喺幼兒教育嘅重要性。佢指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喺日常生活中，我哋經常會接觸到嚟自不同文化背景嘅人，咁正係讓我哋欣賞彼此文化、互相認識同進行雙向交流嘅好機會。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啦，好多時咧，我哋都會對一啲唔同種族嘅人啦有啲諗法。佢寄語家長需要多觀察同反思對不同文化社群嘅觀念，利用多元環境協助小朋友全面成長。2024年嘅暑假對多元文化行動計劃團隊嚟講係十分特別嘅暑假。我哋嘗試喺幼兒教育開展跨文化認知，推動多元文化知識從小做起。好高興得到家長嘅信任，無論係落住大雨或者頂住高溫，4個週末都帶住年幼嘅小朋友嚟參加工作坊。家長從作為參加者，同小朋友一齊學習多種不同嘅文化內容，並成功將新近獲得嘅跨文化知識應用喺文化攤位，讓社區中更多人能夠體驗多元文化嘅價值。我哋深信跨文化教育應從幼兒教育開始，期待教育當局同教育界認真發展呢方面嘅教學內容、理論同方法，並積極與家長合作，走出跨文化教育嘅新路向。喺呢個暑假，一班大學生用佢哋寶貴嘅時間一齊推動跨文化教育，唔知佢哋又有點樣嘅感受呢？